来看卫生福利部顶礼拜公布霸凌案，搁再调查的结果，有8案，只有3案成立。林焕宇早起嘛要求卫生福利部去报告，调查立委是拢批评卫福部管管上好，嘛搁再要求爱重新来调查。部长邱泰源是强调讲，伊尊重调查的结果。 卫福部这场霸凌案连环报，顶礼拜公布调查结果，甲定处8件申诉案件中，只有3案成立，也拢是非一级主管，和外界积极轻磅。民众党立委陈昭祖批评，连卫福部主秘叫部下去自杀，拢无算霸凌。这份报告避重就轻，要求退回中期调查，搁比较劳动部将调查报告上网公告。 劳动部无论是第1次的调查或第2次重启调查的记者会，他都当下立即把调查报告传上网，公开给社会大众看呐。卫福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？另外，当教署长要求部下做深蹲、听到练腰，调查结果也认定霸凌无成立，是管理不当，也互调查立委批评卫福部是官官相护。午休时间，职员如果持续开会、陪命开会。 算不算管理不当？健康操时间如果还继续连在座位上赶报告，算不算管理不当？赖清德总统叫你深蹲跟他报告，你还是觉得赖清德总统管理不当？你讲看看，是不是赖清德总统管理不当？ 我们一定要尊重我们的外部委员他们的专业。对，没错。还有努力。目的良善嘛，跟劳动部一样，目的良善嘛。他们绝对是秉公处理。为着影响各部门霸凌案件调团，行政院霸凌通报平台第13正式上线，也过爱具名申诉，也互立委即期是假开放真生效。对此，卫福部强调，无一定要求具名，也过爱具体指出行为人，也是有具体事情。即摆调查也是依照这个原则来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